后来继续来看台南仁德这间超商发生着冲突的事件，有一个民众伫店内经现机，而且这个包装拢共拆开啊，竟然要咧丢毒，到底是要买，或者是不爱买？边仔两个人客看袂做哩，出声叫伊就爱甲人买，安尼袂得咯，甲人起冤家，三个人为店内拍出去店外，刷落去，这个嫌犯竟然走去伊的机车，拿出一支电击共恐吓。警方到场，甲人制服，佫伫伊的身躯超出着毒品，用毒品罪甲杀人未遂，甲移送法办。嫌犯向两个穿青色街查甫人抢过，而且伊竟然佫举一支电锯，看到是真恐怖。三个人伫超商的头前拍做一伙，伫过程中电锯互查甫人掰开落去涂骹，真无简单，嫌犯才互制服。警方也随到位，将伊压制在地。我无安怎的。先给你保护管束吼。代志发生伫昨夜11点多，台南仁德的一间超商，45岁姓肖的查甫人伫店内经现机，佮敢若甲包装拆掉，要佮到底要买也是唔买，态度是反起反倒。两个人客看袂落，出声甲阻止，三个人怎爆发着冲突。姓肖的查甫人竟然对伊的耳朵摆开出电锯，其中一个查甫人上阵时机将伊的电锯拍伫涂骹。警方事后赶到现场，将人制服。我不太知道，我就知道他拿电锯。他是跟两个打架吧？好像是，因为我没有出去看，我是听人家讲。在其机车内另查获毒品及吸食器，全案以依杀人未遂及毒品等罪嫌，移请台南地检署侦办。根据了解，嫌犯是咧做修剪树外工课，电锯才会扎伫身躯边。伫冲突发生的当时，虽然无将电锯拍开，不过也是互人联想着电影。第一位杀人犯用电锯杀人的贵宾，互民众惊甲破胆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